3月17日，陪你讀新約，馬可福音14章32至50節，在客西馬尼禱告。他們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客西馬尼。耶穌對門徒說：你們坐在這裏等我禱告。於是帶着彼得、雅各、約翰同去，就驚恐起來，極其難過，對他們說：我心裏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。你們在這裏等候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禱告說：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時候過去。他說：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將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，只要從你的意思。耶穌回來見他們睡着了，就對彼得說：西門，你睡覺麼？不能警醒片時麼？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。耶穌又去禱告，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。又來見他們睡着了，因為他們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。第三次來，對他們說：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，夠了，時候到了。看啊，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。起來，我們走吧。看啊，那賣我的人近了。耶穌被捉拿，說話之間，忽然那12個門徒裏的猶大來了，並有許多人帶着刀棒，從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那裏與他同來。賣耶穌的人曾給他們一個暗號，說：我與誰親嘴，誰就是他。你們把他拿住，牢牢靠靠的帶去。猶大來了，隨即到耶穌跟前，說：拉比，便與他親嘴。他們就下手拿住他。旁邊站着的人有一個拔出刀來，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個耳朵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帶着刀棒出來拿我，如同拿強盜麼？我天天教訓人，同你們在殿裏，你們並沒有拿我，但這事成就，為要應驗經上的話。門徒都離開他，逃走了。